们现场的评审老师，大家呢晚上好。乔佑为大家安排了这首歌曲《如你的一心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什么？梦中有惊醒，两撮泪写出我爱你。如人的一生，总是放也放袂开，爱阮的心夜夜。我的人，我的心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想你最爱的迄个你，望你回来阮心边。谢谢乔佑，今天有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要来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。这是乔佑最新专辑的《友善》，要来跟大家广结善缘哦。那是不是请我们的好朋友往前面来拿好吗？但是要注意安全，不要上舞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什么？梦中有惊醒，两撮泪写